既然是盟友，就要有来有往，互相帮助。今后圣国的军政要事，还要多多仰仗未来的圣王呢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。 朝廷的事，自有朝廷的人去解决。你我不过平头百姓，能力有限，能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至于裴